收睇之前記得撳訂閱，再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影片㗎啦。首先將番薯洗刷乾淨，然後攞一張方形嘅錫紙，將錫紙表面整到凹凸不平，然後預熱氣炸機180度5分鐘，小心放入錫紙，再將番薯放喺錫紙上面平均攤開，用180度氣炸20分鐘。隨即準備一大湯碗清水，放入啱啱氣炸好嘅番薯，靜置2分鐘，然後將番薯放返去氣炸機入邊，再一次用180度氣炸20分鐘就完成㗎啦。完成嘅番薯軟糯香甜，皮肉容易分開，大家不妨試下啦。如果鍾意我嘅頻道，記得讚好、分享同埋留言啦。